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檳城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呢，我是被講食啦，of course，咱檳城嘅人咧，特別是被講食啦。這禮拜呢，我唔係講食咩福建麵，是咪垃圾？我這禮拜被講食甜甜嘅特別。我要介紹我人嘅現場嘅特別嘉賓先，啊，特別歡迎現場嘅聽眾啦，個有我人特別嘉賓來到邊個福建嘅節目，我有差正20人聽到現場，若是講咱有興趣要聽現場咧，咱就要對我招招，我招招就是 @John On 啊，到啲 Twitter 嘅啦嚇，@John On，係使對我福建嘅招招本是叫做邊個福建。你有 app 邊個福建？這禮拜我咪介紹我係老椒先，老椒冇毛病歡迎。啊，未通過冇乜白，咱成個另外一個老椒先，八卦歡迎。Hello，大家好。八卦，這禮拜我八卦乜時間食嚇？見啊，你間食人，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個另外一個特別嘅邊個啊？我俾把你看1แล้วก็有你那邊老椒魚攞來你知道嗬？แล้วก็有我人你知道你吧？冇，我就知道咩水，老這邊就老椒魚啊，邊個正嘅人啊？嚇，冇毛白嚟啊，冇毛白，冇白湯啊未？啊 ring，哎呦，白喎，咁白湯喎，有先，講 iPhone charging，OK，冇毛白白湯，然後咱個介紹一人新嘅聽眾，一間大波嘅單單呢，歡迎你名叫咩？英國。英國機，你講英國啊？英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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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中。我聽到 feedback 啊，就人聽到 hello testing feedback 啊，英國中你看咩 live feed 啊未？看咩 live feed 啊？你聽 live 嘅 show 大媽是？大媽是我有聽到嚇，我聽 live。你看咩 live 嘅 audio 去？啊，無嚟講你聽到你個幾聲？你聽到你個幾聲啊？我會聽到我自己聲。我 mean 你聽到你聲 delay 你聲啊？無係 normal 啦。我係聲 normal 啊。哎呀，我可以聽到我聲都不 from 你嘅嗰邊，聽到我個幾聲。But anyhow，你介紹者你英國中，安怎聽到邊個福建？我有一時我係過隨彈頭先嘅，我對起馬來亞見你啊，去貴正，了人哋知道嘅 internet 啊，聽你俾隨福建嘅YouTube 啊，了伊部就啲隨到嘅你係福建嘅 podcast 咯，所以伊可能聽咯，我唔知係咩人聽到頭先啦，我上時啊真正啦。แล้ว人聽超個半死咯，所啊！你記係咪話地啊？古呀！你記我講係咪話地啊？先正下你點聽先？我會記你講，你叫 Angry Birds 杜蘭椒。對。然後你看聽到啦，然後你是到底你講你對馬來亞嘛？你是到底對英國嘅對？我住喺英國30年了。哦，30年啊！แล้วดูตอนที่เองก็ทั้งก็ฮอกกันวะ冇啦，我係馬家爹嚟，除我嘅事呢嚟講嘅，這邊都冇別人講福建話嘛。啊，แล้ว你是到底到落定到邊個人啊？是到落？冇啦，啲我係先我是邊個人啦，冇特別我啲 KL 咁我係馬家爹兩個人是邊個人。咁了我係嘅定，咁了是邊個人啦？特擺幫我是講對是邊個去隨我係講㗎嘛咯。哦，即係度到你講㗎嘛？度一格。人都嚇，伊人大啲當咗多講。哦，當咗講差唔多，我係咪？我度當咗半啊。我係講有一個大厝啊，伊嘅我係海嗰邊啦，差那無了啦，差那伊人reclaim嘅 land 了無。哦。變呀了，了，但係都講個起嘅呢隻，好啦，你跌鬼，我細漢嘅時嘛，跌鬼係 street ski 跌鬼，到底
就啊，我唔知係叫跌龜，你我睇你 straight 嘛，straight 咪跌咯。你一記是 spell Q U A Y 嘛，所以成龜，你乜個跌龜？啊，你話講嘅廚師真係哇好勁啦！哦，你講就是 Costco 啊 Tesco 係啊。我冇嘢你坤啦，靠好嘅，好啦，我讀我我冇邊，嘢你啦。有你咪就係你漢名啊等咯，我下邊等講。特別唔知你冇大名，我只見我等嘅，特啲刷頂入面 Kiki 刷落邊去，我等就大講名。嚇！我知，探拍白面燈你好入面。嚇，對，我知。啊，แล้วโอเค好，แล้วรู้สึกซิมรู้สึกเป็นนางหลัง啦好，แล้ว我能夠另外一個新嘅聽眾是等陣掉浪，等陣我介紹另外一個名叫咩？One 先，係這個女生名。喂，咪講我名出來，我個要聽誒。你名咩？我冇話名啦。啊，你冇話名，個叫人講你叫咩？你大細粒，精彩。大細粒。買啦，咁好啊，冇嘢哦。未，你冇笑，我是笑你啊！你唔知邊咧學見你攞係咩？OK 啦，我學你笑，精彩啦。我學你笑啫。我只是叫你大細粒，我看到你硬講啊，即係目睭大細粒，為你個 blue 呢，你咪嘅。係啦，精彩啦，多謝你喎。OK，大細粒，你冇畫名咩？你應該有畫名嘛？人頂當時冇叫你畫名咩？哦，嚇叫咩？蒲寶。好，蒲寶啊！好啦，蒲寶好啦，真係冇講係嘛？唔係啦，批聽先。好聽啊，蒲寶嘅好聽嘅大細粒。好係。大細粒嘅蒲寶啊，冇叫蒲寶大細粒㗎啦。唔係蒲寶好聽，蒲寶你安怎聽到邊學見呢？朋友介紹我，過下陣時應該2、3年前啊，然後我介講我食鹹嘅，伊就介紹我聽，你鬼告訴我，然後聽個馬路啊。哦，是個聽鬼告訴啦。有家己聽家己驚，阿妹佢困咯。誒好啊，邊啲鬼告訴家己聽家己驚。成個人講邊啲學嘅有講有條你冇幫助人啦。係啦，聽就係聽。你一個 OK，個往你嘅即鵝河椒，是唔是鵝河椒？善椒歡迎鵝河椒。Hello，你唱佢嘅呢？你驚嚇，真係唱佢。冇啊，驚淡薄。驚淡薄。你嚟教我介紹就你多嚟。我當今到英國，頂到是多來。頂到是到 Malaysia 咯。係啦，大家啊。到吉打鼓啦。嚇。吉打鼓呢是一個寫冊寫我淡仔讓那時我未聽過啲阿毛嘅 podcast，我係過去 online podcast 去聽。早幾個禮拜是我學妹伊講關係伊嘅冊，所以一個禮拜我被請到對嚟咧叫伊甲人講，甲陪講者伊嘅冊，告訴佢，知你冊名咩？我嘅冊名叫lemongrass and ginger。lemongrass and ginger 翻譯就福建話字叫做長毛甲薑。長毛甲薑，我講聽英國嘅人，即個英國中，一個 Australia 本即個八卦，即個鵝河椒呢，伊是寫一本冊啦，嗬，伊是寫人即個有不同國家 Asian 嘅cookbook 啊，叫做長毛加 ginger， 長毛加薑啊。你再去伊個網頁去看啦，即mycookinghut.com 有就參看，就去買伊個冊，即是人吉達人寫。我係使去看看。你伊冊入面你講係伊冊，同埋是頂禮拜前嘅是報道 onlinepodcast.com 嘅項目意思是講伊冊呢是寫咧有當時成個有嚟物件，人個派買嘅啊，到用阿莫作嘅派買嘅嚇，伊個假如隨淡薄substitute，然之後用別項物件嚟代替。你講下呢冊。
你切林要寫到甜物件是？有诶有甜物件本诶。講下一個甜物件，你寫啥物？一個甜叫咩啊嚇？即個叫做功夫啊，名叫煎堆嘅。煎蒸堆啊？唔是煎。煎堆哦。煎堆啥物啦？我未曉喎。煎堆。係你 glutinous balls 裏邊有啲哪嚟是咯嚇？嚇對。哦。煎係你碰碰呢一粒。你成個芝麻做呢？我搞是芝麻嚇對。哦，I see，煎堆哦，OK，你有時係即禮拜咧，我話啲咧讀對嚟讀對啊咯，我話啲是未講隻甜甜啦，隻甜甜咪你梗係成後少啦，黏打打咪你梗係成幾好淋怕，對，แล้ว所以咱講隻甜甜就你講 OK 煎堆咁做嚇。煎堆咁做啊？你得用係你。佢俾你赤啦，講。係啊，佢俾我赤，因為赤都嚟制啊。我 set up 好รู้嘛 ，set up 好รู้แล้ว即你佢俾赤特別，你咁แล้ว你特啲赤裏面會是有摻甜摻鹹嘅物件冇做啦，你赤會。就甜有咱馬來西亞呢？馬來西亞甜嘅佢講下。咱馬來西亞甜啊。邊隻隻 recipe 我當然冇嘢記，我當然看者。你看者，我每個嗰陣咧先聽上來你咩叫咩啊？這間是日本仔囝，日本囝。Hello。嘿，日本囝，歡迎。歡迎大家好。仲你個人豆呢？哦呀，咁少，你咪紅包嚟，按咗包。你按咗看到我，你到底你講你看到我嚇？冇啦，我古班一落來本有聽邊啲好緊啦，古班捌參過啦，是講最近個神啊嘛，看到參來看我咪話講。日本囝，你唔是捌來過咩？你捌講過啊嘛？我係記我捌講過啦，幾個數幾多隻股啊啦。哈，你按咗講，好像講我按到誒，你不如我請啉個啤啊。就來按到誒，我啦，你來賭我本嚟啊。會使嚟。OK，卡佢剛剛嚟。แล้วโอเค來每日本囝頂到對來是講幾位記得講幾個數嘅日本囝兩三年前你個隻股無對嚟參嘛，再當然冇對嚟參嘛啊。學善州講啦，學善州甲借機會講。哦，你是到底日本啊當然都叫日本囝。嗰時到這邊，嗰時到日本個咯。我到日本個。OK，แล้ว歡迎來，我能嘅即禮拜講隻甜甜嘅物件，隻甜甜物件。我唔知我咪唔講本啦。啦，但係有啦，嗱，你照應有隻甜甜。你是狗逼嚟？係啦，狗逼啊，微甜啊，就是講淡薄甜，淡薄呢。盡量講啦，嗱，上本唔要緊啦。啦，但係我係梅魯，免驚我係梅魯。แล้ว冇乜白米湯啦，特別呢，到啲米粒個米湯。แล้ว是ก็โอเค想到一杯即係河椒想到你咱馬來西亞嘅 dessert 你叫做sagu gula melaka 你會記so 我有一個 recipe 度我係炒了平常嘅即 sagu gula melaka 咱是用 sagu 了有係 coconut milk 加椒椰椒加即個叫做鵝糖嚇，แล้ว我咧有一個 modern twist 咯，就是有係椰椒แล้ว係 chocolate syrup。so 這個是一個 dessert 咯，咱馬來西亞 dessert，so 想個要，發生都冇大碗，你特別煮嘅時帶少少我去食。是哦，會使啊。OK，啦，等妹啦，叫咱調對妹即個八卦你是個食係物件甜物件，咱邊個係馬來西亞物件甜嘅。我嗰隻特別對於邊個嘅時，本是調啲去係你Julia Street裏邊特嘛是係咪？河椒啊，講係你煎堆啊。煎堆哦。Julia Street 是街路邊嘅，是店口嘅。街路邊嘅，街路邊嘅。誒是唔是賣參白物件？要賣啥參煎嗰啲啥鹹煎餅嗰啲物件賣啊？
我哎呦，袂唔知咩，伊是袂掉啲是迄個煎堆甲迄個一個蚵嘅物件，哦，物件啥物？點心食，死都見，食點心是食蚵呀？蚵還是蚵？蚵嘅內邊成個叉燒嘅料呢？哦，我知，烏角，角對，烏角，蚵角，煎。叫蚵角。一人買啊，迄個一道煎。誒，我只是個烏角啦。OK，煎堆只是個食甜啦。嘢喺內邊拖豆，because 這邊無人做拖豆嘅店，所以咧人買嘅咧係迄個配色啊。哦，紅豆嘅即個。嚇，對。紅豆泥，紅豆泥係呢叫做嗬。甜甜紅豆嘅，แล้วถั่ว豆你是唔是講ถั่ว豆喺入面佢食到伊ถั่ว豆成日加淡薄脆脆啊，是佢係淡薄糖，然後咧薄掉是個咖喱嘅呢嚇。嗯。或者你嘅 recipe 是唔是糖嘅？對，是有即個ถั่豆甲糖嘅咯。ถั่豆甲糖嘅，แล้ว那即個八卦你咪是使買菜啊，佢叫做。我舊年 try 做無成功。嗱，你俾錢啊 ，maybe 俾錢啊，就成功啊。你知？你叫俾錢 ，Amazon.com UK，唔是 Australia， 有啊 ，Australia 有 Amazon 嘅，有啦。แล้วก็有之前呢，英國中呢，你是講只咩店嘅？我知啊，我細漢時我無物件食甜嘅物件，然後煮老了個煮愛食甜嘅物件。是啊。你去邊咧嘅時啊，simple 嘅物件啊，成個阿婆媽咧。在阿婆媽咧是裏面係見招呀。係見招。哎呦，我對起啊，今年啊，我介意食一個，我要自己煮，這邊我無 recipe 啊，別曉做。我或者有時啊，針對有時啊，即係阿婆媽咧 recipe 哦。我係食是無啦，了時就無講係食緊看做呢話啦，是啊，哦，maybe 你第二本冊嚇 ，maybe 第二本冊咯。你寫啦，我去買落去。你會使到 Amazon.co.uk 買，不如是無，特別你有別你店物件個咯。像個頭先我講咧叫做係針對，了個有一個叫做唔知即個越南語是一個。你沙锅嘅物，我無識得食沙鍋啦，我細漢甲大漢我未食沙鍋。安怎有人？沙鍋成個咁普魯嘅，沙鍋成個咁普魯嘅女，咁普魯嘅女嚇。哎呀，我聽住呢句。你教我麻上啊，我麻本是唔敢食沙鍋嘅。但我嗰一人未 join 啊，等下嗰一人未 join OK，แล้วOK 特別等下你是個只做到了食係你個只咩個？看起你很屌嘅時候哈 ，OK 你是幾歲？阿昂啊！阿昂你琴日會很屌嘅聲，琴日啊？should be 琴日我用 headset 哦。OK，特別你未聽到你個機聲就 OK 啊。你未聽到你個機聲，成個小人咧，你是新疆啊？最無新了啦。你其實 last topic 係咪 ？2 years 啊 ，couple years 我聽過。哇，你似聽過時，你捌來做嘉賓過咩？特別嘉賓。八一刀，真係久了。真係久了，即我未記你咪阿昂嘅，定到你叫昂嘅咩？應該是比啦。你特別只久你講咩話題？你講咩話題？定到你差唔多。上間有幾個數啊！你不是加這個差唔多上咯，加台灣苗苗嚇，你。日本嘅，係日本嘅，日本老籍啊那邊。日本嘅咩？日本老籍啊！แล้ว但你昂你到邊嚟啊？當然。當今到邊嚟哦？哇！到這是㗎。到sungai dua。sungai dua。แล้ว你巴士sungai dua的。唔是巴海。巴海sungai dua。哇！個腦sungai dua，咪sungai 4嚟咯嗬。你是個只咩物件甜嘅物件啷邊嚟？甜嘅物件。甜嘅物件，還是例子來講，我真係 suka 去有一間大
嚟其實都羅朗裏邊嘅。中咯。哦 ，Love Lane 啊，唔係啊，叫咩？即係唔多 building 哦，唔多 building 嘅對邊。哈，就羅朗裏邊。哦，我喺邊叫咩啊？講別你主場捉嗰邊嘅係阿咩？嗰有白雞飯嘅啊，一格格是雞飯嘅，而家出名嘅。嚇，了嚇，一邊咩物件？啲好食。迄一啲上一擺吼，伊個店名是咩啊？咩湯圓啊，團圓啊。哦，你是食咩？食桂圓嚇？係嘅。食桂圓啊，別桂圓啊。嚇，伊主打是呢個咯。哦，一貴單是賣桂圓嚟啊。伊是店嚟。哦。伊間係賣桂圓嚟。哇！你不跟佢賣桂圓，冇上看你桂圓是一種呢？哦，真呀濟哦！講啊，嚟講好聽。嚇。你有小英哦？小英啊，數無咧，特別我捌一隻啊，伊真呀濟種嘅哦，俗哦。講下，我還沒種，大粒細粒。細粒有啊。大粒細粒嚇。伊成有土豆啊，伊有杏仁嘅。我未有豆沙咪貴啊，只濟種。貴啊！只嘅表情搞夾一粒去食。係咪夾你夾一隻貴啊？啊，是你成日試過去食，有真係伊啲邊啊？邊啊擺啊？食。佢食你薄啊，食你貴嘢。誒，你係糖水啦，係啊？伊個湯哦，你會使經嘅，有板單嘅。哦，我驚誒，呢隻鵝湯嘅驚誒。哦，我知你講。我知你講得一勁啊！我知你講得一勁，伊個邊店是到底講呢？兩個邊嘅嚇，你 Wisma Central 嘅壁位嘅，個 Wisma Central 一過一條路廊啊，都是伊個邊店嘅。啊，個邊店咩？伊唔是個邊店啊咩？一間佢間個邊店啊？是啦，伊是一間店啦，細間店嚟。哦。真細間，真內陸嘅店嚟。你睇到係咪只係？干那邊。同意啊！哦，你唔知啊？特別我係記定到底中老師，我未必有可能搬起啊。然後啲中老師我係記，有叫，我係記我媽有叫迄個鵝膠嘅，迄個桂圓湯嘅。你係本是有桂圓，到底中老，未必有可能自己開一間自己店嘅。你是家食到一種咧？你是家到一種？你家己本身？我是家食。伊後面伊有一個，我唔知板單連連甲姜嘅啊，所以是較真少嘅。哦。香哦，我是無食真少嘅人啊，特別我去邊我食伊嘅真少，哦，俗哦。哦，你平時無食姜，特別食伊嘅湯是你有食？伊嘅姜無講真啊重味咯，特別真好食哦，俗哦。阿王啊，按照你講叫我那麼噪音嘅老巷那麼。你是咩人啊？你是潮州人？我嘅聽。你嘅聽？你問聲咯啊？你淡薄講話，淡薄老巷噪音的噃？你唔是福建人嘅咩？我真係福建人嘅喎。你是真按照你淡薄噪音的，唔是？檳榔淡薄噪音，你是檳榔大啊？真淡薄噪音嘅老巷嘅你。這問題我真係人問佢，我未曉回答。哦，可能是你。唔知啊，你特別唔是我一人講的啦，別人話未了佢本啊。有啊，特別我講 Mandarin 係咪人本教我講我咒語嘅，我講外人就講我咒語嘅。哦，佢呢除外。啊，特別食，按咗外本食佢咯，我感覺。冇問題。你啊 ，OK， 所以你老巷，你適當咁咪別人看啊，個住嚇得，即係你日本家都是個隻第一名嘅咪。我實擺對馬來西亞，我特別要去食一頓豆花 ，hello？ 豆花。對，豆花。哦，你燒涼豆花鵝湯還是白湯？鵝湯嘅，我是個食鵝湯。哦，我講聽嚇，係咪？你講。你使酸啲嘅咩？會使嘛？會使，牛奶都唔是甜嘅啦嚇。แล้วกูจะ是到這個叫咩啊？叫 district 啊？叫係咪嘅？古關單位咧有一打是食艾吉嘅。食咩？
爱玉冰啊，爱玉冰。哦，我冇食過喎，我冇聽過，特別冇食過，係咪嚟啊？安怎叫啊？愛激我不要叫福建話，愛激冰啊！愛激台灣的迄個愛玉冰啊。啊，對。啊，咪咪叫嚟講下。伊實jelly形安尼嘛，jelly形啊，伊實位淡薄位食番透明安尼咯，了伊主要是無甜啦，是係糖啊哦啊，膠來食安尼。我冇看過特別邊個係冰只隻嘅落邊嘅擺了。馬路就濟啦。啫。巴什馬蘭有時巴什馬蘭本有誒。哦。等陣我講聽，伊你是講伊成個是菜園啊，可能黃色嘅菜園啊。對。黃色嘅菜園，定 QQ 嘅嚇。我因為嘅加落去啊啥，有 QQ 哦。QQ 意思是安怎講啊 ？QQ 就是講一袋呢，但唔會跳呢。對，會使安講。啊，就是 QQ 啦。但你咁你隨時搖，本別使講搖去啦，啥都。暖去，暖去。是咯。我唔食過，把刀對是就被食愛激冰。你伊是蝦米糖？白糖安尼咯，啥？砂糖啊，係咧。好嘛，普通嘅白糖安呐。哦，是三糖嘅咧，落去嘅啊，定係三。糖水。哦，糖水。我感覺迄個唔是糖水誒，成一道係咪 juice？龍膠水。龍膠水。我會記啦，有一陣時大媽媽大人興哦，有哦，幾年前時。媽媽大母未啊？喺呢邊。我會記7-8年前時啦，食那時間帶時啊，樣點叫啊，愛激。有一陣啦，有興一陣，可能把路唔知有無，我是唔知啦。哦，趣味。都是豆花我食啦，我較喜歡食豆花。啊。上久無食豆花。姐講。你是姐。阿昂，這不是你當面食到檳榔咩？你唔是要去先看目睭咩才食啊？到檳榔人。誒，特別好似大家做工啊。哦，大部應攤大類數。攤大類就好食啊。我問者啊，豆花是咪講有賣豆水嘅大，但係有賣豆花啊？應該是那邊較濟是。較濟我少啊，唔知啦，久無對檳榔啊，唔知有時你要吹是真，梗係看過吹啊，特別去係啦，誒。feel 到係檳榔嘅隻咧，古早嘅物件，食嘅物件啦，點那無去啊，呢就成變咗人開嘅咧啥 Starbucks 啊，車嘅店啊呐，係啦。對，我是只見講樣係即裝去嘅啦，你物件。人家有淡薄，我古板嘅細漢時嘛，你再講格林亞板山啊。嚇對。我細漢時因為我媽到邊賣果子嘛，然後我細漢時等下去嗰邊有一打板掌櫃，本是嘛板掌櫃咪算甜嘛，然後對。舊年對時我要食咗，我想開時間食，想要食板掌櫃，每打就無開，咁無I can see 啊，冇做咯。就叫做。該識傳嘅啊！無人去食啊！啥？哎呦，阿貴唔知板掌櫃有無？因為我未了，你是個隻板掌櫃是細地還是大地？去平卡還是細地？怎講啊？細地依啥？有一種是伊第一切是家型。嚇，對，你是板高高嘅。伊咧啥？拼過來看啊！我是個隻種。你是個隻細地，我們是個隻細地，你較加零嘅是一倍。你等舊年對吹人家無食到。我講聽記得你攤食，你去布羅迪谷誒，即馬達寮對面誒。哦，還是夾喎。哦，你是講羅里嘅啊？嚇對，一直拖到啲個下擺。特別睇下依個板長龜無間咧好了我會呢板長龜試過咧坐 feeling 入邊咧，睇下較少了，我冇較食呢，無夠咧好了。你白你吹到白位較好。冇啊，冇法度，冇虎係乜好？冇，咪都文章嗰時個係你馬虎啦。哦，係啦，對。你食了虎啦，係係咪食了本有嘅？哦，誒，但係做高做膠啊！你名咩啊？但係你名阿咪胖拜啊？胖鋪啊？你名咩啊？係咪？鋪波啦。鋪波。胖鋪啊，叫做。胖鋪。鋪波，你是個食咩店嘅？為
啲就佢哋就個食啊啦啥，個食魚哦，桂魚嚇，就食就魚哦，然後有隻隻哦，寶寶食，你隻食到隻你個去煮還是去國口買？我阿弟煮誒，哦，你寶寶食係啥個？哇，食得喎，食得。講嘅隻股冇食哦。哦，誒，寶寶食到底你即 recipe 你 cookbook 裏面的喎？嚇？寶寶食，冇啊，冇啊，不到 next book 寫起嚟，作到。你講到對即個鋪寶 Yes。嚇，鋪寶你係你度到係 Traders Hotel 對面嘅啊，講個單就怪出名嘅。劉姨 auntie 誒。你食得嗎？哦。哇！迄個起價起到笑。誒，當然邊咧，就係咪咁樣起價啦？你價貴啊！迄次我去買一包3粒爾，7塊啊，5塊7塊。粒嘅嗬，還是4粒嘅？5粒嘅，你睇3粒大粒，3粒4粒嘅呢？起緊香啊！迄次我去買成是5塊，我特別貴5粒嘛，無夠10粒對啊？冇夠10粒，貴啊！留意睇咯啊！可能人倒數啦。佢講福建話，冇晒福建人我呢。你卡女成個都是個鋪人啊！夠晒。成個都是個鋪人。冇嘛？把刀嘅阿 John 咧，小一叫佢看了看咁樣。誒，冇啊，佢卡女啊！講我小氣點樣啊？講。我這表妹伊是北海人嘛，然後我教表妹講話是就能用 Mandarin 講話嘛。然後伊過來邊咧，然後出來去食物件，去食啲燒魚啦、燒蘇當安尼嘛，打定嘛。然後我表妹又講華語嘛，講咪講福建話。幾個人睇啊？有可能 maybe 阿媽看我嘅，有可能 maybe 你福建話 cam 地啊。特別還是你講北海裏邊咧問有差，我嘛是 BM 人。哦，唔是，你講嘅先，成個口卡，你成個格啦，怡保嘅人咧，福建話。老實講，頭晚我聽你我本今日都啥，你無講你是邊個人啊？我本來上我都是外埔人。嚇。是咯，唔是阿種 feel 到呢，我感覺到講嘅。嚟邊啲老字愛。特別人正正福建人個家正正人個嗬，你嗬，話我嗬。可能話較少講啦，吧都。哦，就唔是啊，嚇！你邊啲福建人要嚟參加啫，嚟講下啫，唔是聽咧。Hello，嚟訂白嘅啫，南部。對下摩多嶺嚟啊，歡迎老姐摩多嶺。摩多嶺，我死，估冇傾啊。Hello，30幾年冇去到邊啦嗬，日本嘅。哇！我唔知講邊啲福建做呢幾年啊？你個有冇毛病本嚟啊？歡迎。Hello，大家好。嚇我，你聽得知道？不，摩多嶺你是個食咩？食咩啊？講甜嚇。甜嘅對，甜嘅。係啊，甜是正自貴地少啦。哦，嚇。溫牙。哦，你嘅係脆啊，溫牙嚇。冇人吹好少少嘛，後尾安弟講點解攝影學都看嘅兩年整哦。對。然後伊當時伊吹派哦，然後會流體哦，下嚟我食啊。哦，你是安怎食？你夾肚啊？冇啦，伊幾粒幾包啊嘛，然後你咪夾到加咯，你加了你咪溫牙咯，你咪溫牙，你咪溫土豆腐哦，咪是湯本。哦，土豆腐，好食！我正隨便釣過魚咋，唔是過魚，真係地龜誒。地龜少少嘅啊。特別有當時我去到啲旺丁東人店面，要賣迄個越南嘅地龜啦，真正到地。特別來嘛，即係地龜是來嘅。特別差唔多成本啫，伊味素差唔多成，但係食本咧，所以伊食嘅淡薄噗噗呢，無像人惡劍那款那入心嘅，伊白絲那款那吉利喎。特別我們就食啦，
你話係特啲你 microwave oven，等陣我講聽，但是我唔捌聽過叮到落精咧，特別去聽叮到落精.com 未聽下。Anyway 啊，我能講你ketuhar gelombang mikro，ketuhar gelombang mikro 啊。我有時會聽下你講翻啊，話你係我今日我攞人做你節目特別去聽，因為係特啲你ketuhar gelombang mikro 會曉，我再成個ketuhar，ketuhar gelombang mikro 聽見每係你每一個英國中，你知係ketuhar gelombang mikro 上面？係啦，我講福建，我講華南話本嘢啦。哦，我係啊。哦，搞本有時福建話呢，你福建話都叫係咩啊？爹我係咩？但 microwave 會叫，不要叫微波爐咯，菠蘿，微波爐啊！微波，即係我係啲微波爐裏面可以做下做咧時候，係啦，佢嚟接我嘅，你尋晚咧。轉咗一碗咧，時間嚟講真正好似有地龜。你都講到對冇道理，你講你自家就地龜換牙，還是換土豆咩啊？土豆絲唔是土豆糊，土豆脆呢？佢咪喺換到老丁。麻子，想麻子呢？看下。麻子我不是家姐，我是家麻子。我不是家。就不是家，八卦不是家。八卦。昨日我係講上物件，我點解去馬拉加嘅時候，我看你馬拉加嘅麻子哦，人家咧用夾刀架啊，你諗要諗變零餅嘅，白餅嘅，諗講白褲嘅，佢咧用內地鐵板度變鐵膠你去馬拉加哦，係你安哥用夾刀叻嘅辦嘅，成個安哥我隨落去安班度都去夾嘅咩？我安哥講安哥。間個我變靚嚟嘅，特別我變靚用佢哋鐵板喺切你幹咩？安哥多邊用夾刀架，我呢個唔見到伊個用手夾啊！哇，看就咁，講個冇你衛生啦，看冇你衛生咯。少。你伊夾刀架哟，伊冇講，伊未你幾切腰咧，未有切咧就切呢個嘢咯。夾到夾到時間到地啊，佢揀到地啊，只要冇咩好似啊，冇夠啦，只學鬥地嘛。係對。啊，對，誒，你在就是人嘅聽就攏知，攏會記個達布魯哦。定得老椒個達布魯，即係搞做麻子，伊搞做麻子。誒，我想要做咧，我想要做麻子啊，但係落一次潮，我想要做麻子。我講做過。住不做過？八卦。你有成功哦。成功啊！你是講下得做嘅？用係咧係咪 glutinous rice flour 就講啊？豬鼻粉，豬鼻切。係主要即係佢成個 steam 你看咯，唔是 steam 啊，都係啲咧，我係鑊嘅位。所以佢做咧出嚟係油呢鑊咧，都喺裏邊啊做裏土豆加裏糖。等，你個 skip 嘅字頭整嘅筆，你似冇看課做咯。你是唔是嘅？伊係咧水不係咧豬鼻切。膠個嘢，膠個做水是零水。零水膠做一碗了。有去吹，有去點去吹。哦，是滾啊，去滾呢。你係到水滾呢。你攰步，你看下啲裏點啊位啊，你冚我係係你 special walk 嚟啦，所以你冚掉伊出來就是好 OK 啦嘛。冇數咧。我食緊做麻子呢啦。你等陣後面你點上載？你點你是係喺底面有水冇？會使講嘅苗，會使話路啊，會使講咪見。呢隻 AMC 嘅 walk 嘛。嚇，了伊是安怎伊就是。所以伊是 heavy base 嘅 walk 嚟。嚇了。你下個伊一個 temperature 咧，伊是袂涼嘅咯，所以你攰步呢撲落去啦。你冇下水啊？你冇下水，伊袂臭去大地，袂生咖喱嘅。伊邊啊特別，按照講，伊是唔是臭去大？一圓一個頂嚟啊，你看薄薄，你看是定定嘅咯嚇對。哦，我聽有只幾個辦法啦。了，你會使嘅，有人做嘅是交車咧，是啊，下至去迄個滾水嘅滾呢咋，所以咪是淡淡咪是貴鹽啊，嚇咯。了夾出來咧是去拍嘅，有落拍啊。無，伊是講嚇，特別抹一鹽嘅油啲嘅迄個一部嘅 flour 為了個下機。
嚇，你夾出來啊，煮食嘅時候要去拍哦，還是夾出來就要切咧？這條切咧。咦，都會拍誒！哇，你管你啊好，你下到啲，即係你愛得夾手加伊，還是你下你 mixer 嚇，你 mixer 你下只個 mixer 就做，還是下只 mixer 啪，加伊成個有入行，你看咧時就只女啊，你看你知哦。叫女啦。嚇，梗係 Q，你拍梗係 Q。聽我講，我冇做過，特別。John，我媽媽做嘅，我家姐冇想哦。我媽媽做伊嘅，梗係吹啊！伊唔是吹，特別伊做到伊迄個，伊煮比邊啊，人大擺人切迄個，人大擺切迄個煮比迄個是正嘅就割爽嘅啦，對喎，家姐是安尼嘛，人家姐老邊邊啊，正嘅嘛。咁嘅我媽媽做嘅迄個煮比呢是落鹽了，一邊白，了一邊是巧克力色嘅啦，了伊較甜嘅，了伊夾出來，了你吹好啊哦，你是干那用，愛得你用切嘅是加了一頭溫土豆很少。哦，攞冇牌啊，咋？啊冇牌，我媽媽頭很吹哦。伊別定咩？伊小可定淡薄啦，特別少少隻好了啊！你按咗隻了，你加個土地，了土豆包到那邊包個硬硬啊，了就豆係咯最哇！你加咗件事，土豆包炸出嚟嘅咧，呢？應該是清明我都要趁住啊，個樣大擺清明有拜。哦，清明有拜。你啊，等我看嗰節目。John，咁少，冇半人講乜嘢牛娘係貴。我呢隻牛娘係貴冇人講，你講，即係貴大欖啊，Sri Muka 啊，貴大欖，咩 Sri Muka 係咩？Bulu tai。哦，bulu tai。Sri Muka 我上次有攬嘅食嘢啊。係啦，我諗叫做 bulu tai，bulu tai。哦，你叫 bulu tai，伊是黑呀，做啲嘢了白㗎。我想有攬嘅食啊！白欖是係迄個啊，雞อุ่雞啊！雞啊！條黑雞啊，那邊嘅，哎呀，我誒估冇食呢啲我人未啊！誒，我以後做，我不做過。做？嚇！誒，咁我冇做過。你去買物件喺大陸？你去買 ingredient 喺大陸？真正應買呢，而家咧 readily available 誒。我講聽你後尾布律哦，做 B。啊，這邊乜有做 B，即係英國啊。安怎無？你去當人店都有做 B 啦。Glutinous rice 啦，少英國嘅會。嗱，之前到英國，冇辦法到英國過。啊，冇條去 London 有啦，我都冇去 London。我住喺 Oxford，嗰邊有一個唐人嘅店呢，嗰啲香港嘅人佢都唔知呢款物件嘅。糯米啊，就是有啊嘛，糯米啊，糯米有啊。糯米，你結構講糯米雞味咯，糯米雞都係糯米冇味咯。糯米雞是。有。嚇糯米嚇，對，係啲是做 B。冇碌起梅啊，計講都係糯米雞，特別買豬貴嘅。啊糯米。我糯米啊，糯米雞碌嘅真啊！冇啦，我買雞人講話嚟，人香港嘅人看衰我未學功夫嘅。哦，你唔要講，你買雞講話名。係 TVB 嘅戲講緊這都播嚟嚟戲咯。我都係這戲。係啦，TVB 你估咗啦。誒，你冇看 TVB 戲啊戲啊，成日我要一斤嘅賤格，2磅嘅下流。看 TVB 較好，伊佢伊無講臭話，你嗱看你古惑仔90幾年，你講臭話㗎啦，你結講又能拍啦。啊，你哋講冇咗字地頭尖。你俾試下你做 B 下，你俾做 B 啊，你會使嘅嚟吹，我佢幾把做過，你嘅嚟吹伊啊，特別呢條係咩嚇？你條吹伊啦，吹好咧，屎我未記啊！你唔是吹個牙膠咩？吹個牙膠，對。誒，老舊鏡冇啲哦。依家搞笑唱 online 咯。你唱個冇，我先裝下我未記啊。你實是吹好那個膠牙膠下，我未記啊。你講我你人等人哦，咱福建人啊，拜天公對你有拜嘅，你講嘅你係牙膠，你樓頂個係一個紅棗嘅，你叫咩鬼啊？未記啊？你叫咩名啊？
B 哥，哎呦，哈利我第一暑假節，哦 B 哥，有我愛，我愛，我愛，要吹是用見照響吹嘅，喺度半係見照響吹嘅。我有。我有。B 哥我愛喎，我一隻 B 哥。B 哥未歹做啊，其實嚇，意思係散蛋加糖嚟嘛。即係吹一嚿飲就冇飲掉。淡薄糯啫，伊無夠，食米，肯定又無食本嚟啫。嚇對。你真係 B 哥啊！嚇，啲擺用擺瑞巴薩有一啖好椒。這個在噪音嗰啲，嗰隻阿昂，擺馬魯巴薩。擺馬魯巴薩。我 Sunshine Square 就會啊。對。哦，哇！伊是啲福建糯米嘅上一排嘅幾哪套啦。哦，喺你萬山那邊咧啊？冇，伊是啲福建迄曬嘅。哦，福建就曬啦，OK，係咪上一排係咪你講？福建糯米啊，福建米啊。福建米嘅糯米。福建咯。福建嘅。係福建。福建米嗰邊，哦，嗱，等陣我嗰時間即係正啲物件事咧，高粱必生。哦，高粱必生。這鋪波，別打你。哎呦！知性好似哈！你不是我得咯唄，我知性嘅會。我是解呢，因為其實放學到底我 website 放嘅了，我細漢只個大漢咧，喺邊叫做點粿、地粿、蒸地粿嚇。意思地粿嚇。到底係咧bus stand 嘅嘢定到即知性嘅邊嘅嘢。知性嘅頭先，公司把聲啊，哈，一行主家我都地接，哈，你一整地粿啦，哦，400好食蛋糕嘅哦，唔係喎，食蛋糕，真攰嘢，咁樣講，食蛋糕有一串我都不要，一是貴條落去，哦，貴條見少呀，我靠貴條落去。錢哦，然之後半餅啊，好，那這個只錯在大條，我是講，但係這冇冇法講話冇冇法係幾人啊嚇，迄邊加了生蛋嘅人是我幾人，生蛋叫嘅加了是幾人，我係買去啊，伊通食 free 嘅哦，你去咧？我因無咪錢，因為我無咪敢去迄邊嘛，因為甲了人啊，甲老過我，特別伊人甲細輩過我，所以我袂曉叫伊人啊。伊人，我是迄邊嘅人，我是伊人嘅第4代啊。人叫我即白講嘅，人會驚。哎呦！我成日攞叫病招咯，好啊，能 free 冇？等陣，即白講，你在諗嘛是個 BJK 啊，咪啊，你是 CBK 啦，即白講，你話條行嘅 CBK 啊，拿到啊 CBK 啊，較響個，即白講，你 OK，特別我是個只你點過喺邊，特別 bus stand 嘅知性喺邊會出來，伊一帶伊是藍嘅 van 嘅呢。我真係年啊！我真係試下，以前見到細漢就當然伊當面做當伊是當面見嘅啦。定到細漢你見到當面鬥下超呢當然，哇！我對起時我就對住隻直接派錘咋，伊隻快料嘅咋，佢嚟咁正嘅料嘅。諗嘅 van càng超就係càng冷嘅嘛。你真正快未了嘅咋？我去看我不只是我放隻 video 互人看，我翕嘅伊剪即個建築鬼時候。伊嘅 video 我翕嘅 video 我想按照嘅 video 拍，然之後伊成日 fast forward high speed 去啦，特別其實 normal speed 一直在怪。我想按照 fast forward 嘅 video 成日伊 speed 唔對，但我成日伊 frame rate 唔對，特別原來是伊超嘅快，我哋剪400快隻 machine 啊呢。John 你捌食過，咪你捌食過伊係咩啊？伊係番薯鏡哦。我哋暑假食本呢。番薯鏡係啥物？細條番薯啊！伊番薯normally切大地嘛。你一寸頭粿啊，伊細地，伊翕落去煎嘅啊，好尷尬嘅咯。
然後 sometimes 啊，你唔捌伊無賣路嘅啊，你你捌伊路嘅，你去找我份照片去敲我路咯。哦，然後全部。每時合併，每時係只啊，你知成合併嘅。係大咯，你知大家好似人卡股票唔條件啊，就叫面借你是零啦嘛，但係講學嘅我啊。對，伊叫做，人叫伊麥戴森嘅嘛，攞就。我叫麥戴森啊。人叫麥戴森咯。tapi 伊只合併係大家我就係咁。OK，呢個白行啲咪講笑話。有一項物件藍拿食嘢，一粒像米嗰呢，一碗咧你對係牙醬子啊，係叫咩啊？做米糕啦，不？米糕妹。負責 Adventist Hospital 嘅頭整好似老阿伯，死啊會啊！建議我哋應該是死嘅。哎呦，即啊！我知咯，我知 Adventist Hospital 頭整嘅，我係買，我各位知就件事。特別我老實講，我就係咪咁樣件事啊？我就係你邊個買，我就一隻認真啦，我唔知咩數。啊，但係邊個買咧？嗰個別感動未啊？我是家感動，貴於個買。特別我邊個買是沙士行咗地比啦，邊個買感動力豆湯紅豆湯肯啲比嘛，沙士行咗地。邊個買是一種嘅鵝豬髀嚟。鵝豬髀啊？伊林嘢食做嗰個係做蝦米啊？鵝豬髀嗰個做蝦米啊？我唔捌看到用鐵棒。伊唔知我唔捌用過，做鬼嘢喎。如果紅音上就一項物件，係咪？我做等陣，美國中，Louis speaker，特別請 headphone，阿我聽到 echo，我聽到成我啲 stadium 唱歌啊。係啦，美國中啊，你去綁 headphone，所以我個未聽到 echo。啊，我紅音上就一項物件，講有種豬髀啊，伊藍色嘅，แล้ว伊參。牙做只隻嘅，呢叫咩啊？參牙絲啊？係咪龜唔知啊？龜啊！藍白，對啊！即個雞啊嘛，做咩？唔是，呢是豬髀嚟。啊，豬髀啊，嗰隻龜豬髀做嘅。伊唔是即個雞啊！伊形係咩意啊？是世界。布魯印第係咪形咯？哦，Blue Indie 南邊有西弟弟嚇學堂嘅嚇，南邊我在頂面係一碗嘅椰絲，椰絲嘅嚇，Blue Indie 啦，做嘢咯，尋到隻，哎呦好料咯你，Blue Indie 啫，實咪係咩？嚇對，Blue Indie 我是個這樣啫，Blue Indie 我頂到係包我叫我細時我包教我，真係的啊！你開一包啊出來後，你特別頂到是個唔是 plastic， 頂到是建造hiệu嘅咋？你是點嘛建造hiệu個？哦是啊，然後你特別嘅建造hiệu咧，印地咧，伊即印地不如印即個印地到啲頂面做即一條戲咧，是你變做一條長去咋？特別南邊啊，你 cover 伊外口嘅不如條冚伊嘅即個印地起來啊，嚇，啊做一條主路，然後呢，你是南邊咧，你對是。刮 ring 嘅時都是主路啊，不是主路，布路到個卡咧，印地到南邊嘅。哦。嚇，你比較自然很似啊！我爸就教，我先是做 video 本啊，我先是翕做 video 本，定到時等於係是。布路印地下掉我是個，我個這個隻另外一個，我未記叫咩嘢啊！我爸本就講隻，伊是不都買用，必須不都買用，冇是教喎。迄個伊一個青成個 pancake 成 crepe 咁樣呀。斜斜那邊南面印地嚇博嘢叫咩啊？貝巴達，唔是，唔是巴達，巴達是叫。叫我貴咩字巴嘢？叫咩嘢？個大入，貴大入，對，貴大入，對。攞住是件隻，冇毛病件隻。啊，哎呦，佢得了真正件隻，但係吉蘭坡隻吉行過吹淡薄啦。哦，貴大入，我暑假哦喲。講到鬼面啊，我幾好笑咧，喺啲好似叫阿姐啊，伊往到吉大嘛，伊漸走去上地了，了我爸嘛裝俾伊咯，哇！你掂過去上地，你有隻藍帕有啦咯。誒講，後面物件嚟，了你隻藍帕有啦，了佢特別隻高定龜啊，你隻係咪物件了？藍泡啦，咪是你藍泡啦，我就藍泡啦，高層龜咧，高層龜係咩？
交定嗰時只一交定嘛，冇嘅期嘛。哦，交定哦。我啦，能食嘅交陣佢，我特登貼一啲嚟食個。係啦，我只啱對面咧，對面係硬嘅對面係地，我係到底想知咧就貴咧。嚇，邊一白，邊一白，邊一白。咪顧亂講起阿崩啊，無有阿崩館咧，有變招嘅係渣講嘅，哇好咧。係，但我講到即係英國中，但我講到英國中你去講了，佢就你兩家了未記了。等，對，但你到底邊樣只係你去到一趟只阿崩乜咧？協和，去不落啲邊嘅啦。哦，唔是協和對，唔是協和頭前嘅啦。唔是，去攞啲古斯辦神好之類嘅嗬。咱早去布拉迪古斯去食breakfast 嘛，所以然後食 breakfast แล้ว去伊人啲嘅路邊嘅，我嘢馬達樓嘅。哦，馬達樓對面咧。馬達樓係對面咯。啊，對面啊。然後你就俾早去啊，冇你去上話伊未冇去啦。誒，等陣阿崩把呢事裏面係見招啊嘛，係。แล้ว平時個人啊阿崩是個人嘅老師個隻了，東國阿杜拉曼嘅阿崩。有我唔捌食啊。哦，係係嘅女啊。阿崩 super tanker 本好食。喺邊度邊？大陸嘢，阿昂。super tanker。哦 ，super tanker，哦，哈。因為啱味啊，本好食本。我講聽我特擺後，嗱是對其事啊，佢那刀人看到我哋 super tanker，我特擺都記。佢那兜冇叫我大 super tanker 對面嘅。你看到我咩？我冇啦。我你處到啲 super tanker 對面，我我同你講，我對其實我對啦。誒，特別我想啊，我想下有可能啊，同人講就有可能啊，我攞清啊14年嘅東西。係啫。 tanker 是在注意。但係 super tanker 是到啲我知啊。菩提嘅隔壁。嚇，新嘅菩提嘅隔壁。嚇，嗰新嘅菩提啊？新嘅菩提意思，哇，到底係咁樣講啊？依就啲咧。USM 啊？差唔多，我係不記jambu係咪嘅？係咪？我不記jambu。哦，你冇嚟知就知啦，super tanker 你冇嚟知就知啊。哦，係你八神杯真好食誒。黑邊嗰個味，嗰個糯米，哎呦，我頂住隻糯米一夾皮嘅好食呢，夾肚皮。夾肚皮。你一個有。我中意食糯米哦。哎呦，佢夾肚皮嘅好食啊！係啊，都頂到啲黑邊嘅，頂住我解咧。35塊。係咪35塊？夾肚皮夾到佢。啊，冇講就貴唔得夾一塊呢，一塊我人倒數啦。你是你安迪佢就係我講講，哎呦，我嘅我嘅小姐，我佢嘅拍角一下，我叫嘅了先學嘅正呢。我嘅嘴甜啊，嘅拍角啫啊！你係時我講聽，我嘅即係妹阿龍，哎佢夾冇我食，我去食佢。妹阿龍，我嘅人去下邊食咯，食佢夾啦，都揾邊，因為時我不多聽幫曬，一下我記在我去不記陣補去幫。hotel 啊 ，hotel 係不記陣補 hotel 嚟。而家北京掉學你，我今日去北京學。我就去啊！路路不記陣補 hotel 咩？不記陣補 hotel 啦。EQ 啊？不記陣。Equatorial 對 ，sorry，Equatorial， sorry，唔使講晒，係咪都係 band 話？Equatorial嘅 hotel。Equatorial 咧，我去 Equatorial 幫曬，特別唔記得我學北京啊，上一場我成日就問學，你較貴嘅啊，咁唔知5塊是10塊別記啊，我去幫。北京3塊。3塊咩？你幫記咩？就是5塊啊。嗰時5塊。係先5塊我記，你我去嗰邊有乜隻搞嘅我搞。我係會變到5塊啊！我跟阿妹阿龍講，誒，咱特別去喺 conference room 嘅 area，所以 conference room 嘅 area 阿妹啊嘛，是無人嘛。特別唔就貴啦，是講有人無人嗰邊，一個靜啦，點點咧靜，你係個無人看，啦，佢邊不是幫家平安。你真係幫曬啊，幫曬斜講幫未出，你都知哦。斜講嘅，你乜事嘅了定嘛定，因為未出哦。啊，未 relax 啊，我就記錯嗰天我知道嘅時候，我幫曬嘅時候，我未特別記，你知我打巴斯克拉嘅時，就開始就 stress 嘛。你那時講你咪幫曬嘅時候，你再講差唔多巴斯克拉咪來啊，一分鐘到分鐘嘅時，哎呦未出嘅啊，幫曬，那個不多聽。
OK，講到啲食甜嘅物件，咱咪小打講阿妹知道浪龜講嘅。檳榔龜。嚇，檳榔龜有，但冇講到本來較早小學講到一陣。John，我 send 隻 link 喺你 Skype 入邊啊。recipe。recipe 係100項嘅 recipe， 馬來西亞嘅龜啊。哦，嚇，叫你冇小英啦。我冇小英特別。對。多對係咩嚇？多對是碗牙嚇。喂，我食足個時間，佢哋個青色啊，就。青色，你唔識上地比啊？殺雞氣啊嘛，鹹仔隻。哦，你是講你多對榴蓮龜。不過一種on day 咧，我是個叫。on day 有酷無食咯。嚇，我哋點啊龜咧？嚇，點龜我定得啦，對邊啲是只係叫。食嘅。我企你係咩啊？係咩？咪係啊！我知，喺你食做菜咧，要一個豆汁嘅咧，嗰隻淡味都你在食樓頂樓下咧，外口會有味啊。講，咱食啊，咱去食啊邊，嗰啲係咩？係安啊，是係咩味起啊？講食店。咱去食我細佬邊birthday位啊，下邊啊。南海。嚇，南海嚇對。即個英國中啊，但係你講嗰一項物件，攏無講到係咩？你講ice kacang 紅豆生，係沙士藤，半 ice kacang 個有別項個有啷在貴嗰度，貴嗰度啊，嚇，是個貴嗰度，咪是正見就嗰下面會食咯。你是你個叫乜做啊？嚇，個叫做咩？講埋得做。講。老嘅香蕉，用老嘅香蕉，然後係按照講啊 flour。米粉。米粉了藤。牛油，係牛油。我未記。以後講不要做都是。你以後做不要講。John，我實際上嘅字領啊，係你鬼叫咩名我未曉啦。我就講伊是四格嘅，然後伊用香草做一個四格傾啊，然後係你大哥係種嘅。大哥，係咪鬼？大哥，貴大哥。貴大哥，哈，你好食本哦，是甜本呢。嚇，對貴大哥，伊頂面隻椰椒一眼嘛，即個貴巴靈樽。係咪巴靈樽？係正隻貴巴靈樽呢？貴巴裝。一個就裝係一粒嘅啊，椰，然後入邊係包椰，入邊嗰是包甜甜鵝糖嘅。係ondeh咯。我是講ondeh，係自己叫啊。一個一個係咪貴啊？講係你ondeh邊啊？我使你小英出來，你叫咩名啊？你我未記啊，餅乾。貴餅乾啊，貴餅乾。哈。我個餅乾嘅叫。誒，當然咱 fire round，看咩 fire 講小啲就講，小啲就講啲嘅物件。興煎隻嘅油炸龜。興煎油炸龜，嚟，嗰個住。花枝這個湯。嚇，百利哥湯。啊。這個湯。四個湯嚇對。跟住住。有人講正代嚇，正代。原來係布魯地布係做 B 嘅。喲，乜只句喎？嗰個咧，Costco，真係做 B 嘅。好食。招啊我都。有個好食碗。誒，真係做 B 被定義咩？做 B 零嘅事。我伊做 B 伊做愛糯。哦，咪嘅嚇啦。嚇，伊做個無講糯個實個梅嚇啦，伊糯個一粒個啦，然後。所以伊下到伊個酸嘅時，一個粒粒個咯。你攬到啲頂面嚟啊！我伊下到入邊了，伊酸做成加了，個攬嘢嗰種嘢叫我哋講攬佢哋啲物件係真耐下咯。所以以後時都有個簽林寶嚟食到味哦。我捌看到啦，真都係做 B，咁少人咧見食做 B 嘅啊。我試㗎，試下 Asian 就見食做 B 咩？我知啊。我嗰隻龜啊，都看嗰隻龜，嗰啲係邊做嘅？係紅豆，真都本嚟係紅豆嘅嘛。紅豆對，紅豆鵝藤。
長烏龜嘛，長水雕。嚇雕水，比較是烏腦藤嘛。雞長。咪咕食奧尼。啊喲，奧尼啊喲。今日都冇食。哦了哦。奧尼我是假咯。鹽咯，都糯奧尼嚇呢個奧尼是唔是吊椒菜嚟嚇？啊吊啊。OK。吊椒菜嚟吊。因為奧尼特別係冇把油做嘅時，哇好靚。我講啲自己裝嘅把油。係呢隻叫做咩啊？堅果粒。啊，堅果粒。堅果粒是杏仁呀？哦，白龜吊。喲，好食奧尼好食。佢是種嘅，特別華南係龜家姐啦，嗱，講家姐龜是華南嘅啦，種甜華南叫家姐甜。誒，華南龜真好食嘅咋？我特登等你當半沙時啊，我去買一大包。哦，不過半沙時啊。爽哦，因為我做工嘅位置啊，食華南嘛，你能到坐我去食華南物件，即真好食嘅，真係，希望未曉叫呢。啊，不要叫你啦！誒，不到你去食時候翕小影。你試個我講。你 OK 啦，小單 ，I think 啊，我看這 episode 唔是特別 continue，to be continue 個，I think 個只甜物件個嗬。啊，特別佢就是講鹹嘅啊，都冇講就只甜物件，我上條講這禮拜只甜物件咯。好，今時啊，那個不就是要補充啊，不如走一陣，那個報告我係特別嘅邊個啦，就係劉子豪、摩多林布摩白，個有劉舊鏡，八卦。哎呀，成朝冇講掉，受字人成成朝冇講漏掉，漏掉，แล้วก็差唔多先差唔多บัดไหล鬼แล้ว日本鏡加阿昂แล้ว成朝鋪波英國中加我諗嘅河照。學照咧是寫冊啦，那時攞去買一新嘅冊，然後一個 book 咧是攞嚟使去差唔多4個月，今日是4個月頭差唔多啦。個幾一禮拜2禮拜應該會出到啲馬來西亞嘅冊店啦。馬來西亞冊店得幾間有啊？哦，這邊唔是哦，這邊學照。見到古尼啊，應該是有啦。了出呢，應該是可能5個月肯甲有啊嚇。見到古尼啊，是個人鋪甲有呢，我邊頂冇掉。啊，是咯。七點啊。邊個借呢？係咪邊個借 ？OK 啊，咁啊。哦，日本那店啊嚇。啊，日本那七點。哦，是嚇，攞嚟使去見到潘亞寶係咪要俾？啊，再講。我唔呀。嚇，直接講，應該點？我是講，這個特別可以馬聽到可以咩事哦，食緊啲甜啊，路人緊呢，食緊啲。我你嘛講緊呢？我你買嘅是錯的咯。我話你講咩啊 ，John？我話講啲只個斜坡都係顧卡呢個掣。哦。而家這多邊俾我馬聽。我馬條介做鬼，我媽媽。你馬條係咪？我馬條介做鬼。哦，哎呦死啊！那時我有一條加顧卡，那時我馬嘅做鬼。我真係驚食甜物件，因為同金毛們真係驚食甜物件誒。喲 ，OK，不止講，不止咱個就去講，不止就是咱講食甜第二隨時個到底嚟講，咱講到食物件，咱都無 discuss 掉，咱講下你講嘅名呢。一擺個對嚟講嚟，今次我特別嘅邊，禮拜過嚟到底嚟參邊咧，學見過嚟講句，過嚟陪句啦嚇。今次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好，拜拜，拜拜，拜拜。